議會選舉投票啱啱喺1個鐘頭之前結束，夜晚10點半，觀農選區嘅工作人員將票站大門關上。喺山頂方面，工作人員喺門外張貼告示，將投票站轉為點票站。大埔墟嘅票站亦都準時喺10點半就關門。全港大約500個嘅票站改為點票站。今次選舉並冇設立新聞中心㗎，選舉結果會透過網頁嚟到發放。當局預計最快到凌晨嘅大約4點先會有所有選舉嘅結果。區議會選舉投票最後投票率未公佈，但係暫時投票率較上一屆低。截至夜晚9點半，全港投票率係35.97%，有超過106萬個選民投票，比03年嘅區議會多8萬人。但就較上屆同時段嘅投票率低4.71個百分點。投票率最高嘅係離島區，有42%左右；最低嘅係灣仔選區，投票率28.68%。我哋嘅記者吳定欣、趙宇傑同埋李卓敏分別喺各區為大家報道最新嘅區議會選舉消息。先同喺山頂嘅吳定欣傾下啦。係阿欣，山頂選區嘅選情因為提名期嘅風波備受關注。投票已經結束咗1個鐘頭啦，開始點票未啊？係啊，咁10點半鐘咧投票結束咗之後咧，呢度咧就隨即轉為點票站㗎啦。咁點票工作咧，大約喺半個鐘頭之前開始。咁點票員呢，就逐一將呢個選區嘅1200幾張選票啦，放入屬於3個候選人唔同嘅透明膠箱裡面。咁之後依家咧就進行緊點票。咁由於山頂選區咧有2個點票站啦，咁即使呢個選區咧點完票之後咧，咁仍然要等咧嗰邊嗰點票站咧知道埋嗰邊嘅結果咧，先知最終咧邊個可以當選咧山頂區嘅區議員㗎。咁3個候選人都話咧，懷住平常心咧面對今次嘅結果。到票站閂門前嘅一刻，3個候選人仍然留守喺門口。雖然大家係競爭對手，但拉票方法亦都好一致。由朝頭早開始，一直冇離開過票站，同嚟投票嘅選民握手傾偈，希望盡最後嘅努力。咁本來平靜嘅中西區山頂選區呢，因為早前嘅候選人提名風波，選情突然備受各界關注。面對即將公佈嘅結果，3個候選人各有感受。係一次好珍貴、好寶貴嘅經驗。咁就由開始到而家，學咗好多嘢。咁亦都結識咗一啲朋友，咁亦都好難得。咁覺得好有意思。一啲緊張啦，但係一定程度上個心態都比較平和，因為始終自己要做嘅應該可以咁講，選舉功夫都做晒啦。咁最後都係交俾選民去決定，佢哋最後會決定選出邊個候選人。由朝頭早嘅7點幾鐘，一路到而家，即係都冇坐低過咁樣。咁變咗鬆一口氣嘅意思係嗰個身體上啦。咁但係當然咧，精神上都係，咦咁個結果都出嚟啦，係咪先？都唔需要再去考慮其他嘢啦咁樣，咁都會鬆一口氣嘅。3個候選人都話，無論係唔係當選，仍然會為山頂區嘅居民服務。咁同時，趙宇傑呢，依家就係中西區嘅觀農選區嗰邊㗎。咁上屆呢，民建聯嘅葉國謙呢，就輸咗俾何秀蘭啦。咁今年呢，就要面對2個空降嘅對手，咁就係何來同埋梁劍琴。咁阿 Paul 你嗰邊嘅選情點樣啊？吳定欣啊，喺中西區嘅觀農選區啦，咁競爭都好激烈㗎。咁而家啦，正係開始咗點票嘅工作㗎啦。咁講翻啦，呢區有3個候選人㗎，咁包括係何來啦、葉國謙啦同埋梁劍琴㗎。佢哋入嚟之後啦，趕喺投票結束前啦，咁繼續係落區係拉票㗎，咁期望爭取到選民嘅支持㗎。咁講翻啦，除咗喺觀農區呢邊競爭比較激烈之外啦，其實大埔區方面競爭都係幾激烈下㗎。咁參選嘅包括有多年嘅政壇嘅經驗嘅李國英啦，咁同埋首次參選區議會嘅公民黨嘅曾國鋒㗎。李卓敏呢，依家就喺嗰邊㗎。李卓敏啊，你嗰邊嘅情況又點樣啊？係啊，咁其實咧，我呢邊嘅情況啦，喺晚上8點幾呢度啦，其實咧有一個嘅兩邊嘅候選人啦，包括咧就係公民黨嘅曾國鋒啦，同埋係民建聯嘅李國英啦，兩邊嘅助選團呢都繼續啦喺街頭嗰度啦係爭取選民嘅支持㗎。咁不過啦，民建聯嘅李國英啦喺8點幾之後咧就冇再現身，咁啦，但係咧公民黨嘅曾國鋒咧就繼續喺街頭同選民接觸㗎。咁其實講翻啦，佢哋咧喺啱啱10點半嘅時候啦，票站關閉之後啦，咁佢哋嘅助選團咧都一度咧係吶喊助威㗎。
咁其實咧喺元朗啦同埋八鄉區個方面啦，早前呢就曾經咧發生過有候選人嘅助選團咧被斬傷嘅案件㗎。咁警方咧早前已經拘捕名男子，咁而家咧佢獲准係保釋外出㗎。詳情咧係由鄧俊輝報導。入夜之後，繼續有選民到18鄉南嘅票站投票。而喺日間，警方喺選區加強戒備，警車喺票站外邊巡邏，反黑組嘅探員亦嚟到視察。警方呢係呢幾日嚟呢，都係即係因應個情形呢，就佈置咗足夠嘅人手啦。淨係今日呢，除咗一般性嘅即係工作嘅人手之外呢，係附加多咗呢係440位呢同事呢，係有軍裝啦，有便裝啦。有警犬隊啦，有村民就話：日前一名競選經理遇襲，冇影響投票心情。唔會，呢啲都唔係關選舉嘅事㗎啦，呢個人私人事嚟嘅啫。選管會話唔會容許有人企圖用暴力影響選民嘅投票意欲。我喺度強調咧，就任何人如果係以暴力或者其他非法嘅行為咧，去企圖影響選民投票意欲，或者企圖影響投票結果嘅話咧，呢個咧我哋絕對不會容忍嘅。星期4晚遇襲嘅古強話：佢嘅太太有去投票，話丈夫仍然喺深切治療部留醫。亞洲電視記者鄧俊輝報道。咁講翻啦，喺大埔墟選區呢一度啦，其實咧啱啱咧點票就已經完成㗎啦，不過咧暫時咧就未知道結果㗎。咁我哋再最新消息會仲同大家報道。將先生成日交翻俾洪以文。唔該晒，出邊咁多位同事，行政長官曾蔭權去到黃泥涌嘅點票站視察點票嘅情況。透過今次傳媒嘅全面嘅報導，亦都市民都見得到整個過程係相當係順暢嘅，亦都係喺一個公平、公開、公正嘅情況之下舉行嘅。咁呢個反映得出咧，就係香港市民咧係普遍係好尊重我哋嘅選舉嘅制度，而且咧表現出係優良嘅公民嘅傳統。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就話有信心民建聯喺今屆嘅區議會選舉中得到嘅議席會比上一屆多。其實呢次競爭都相當激烈㗎，咁我哋有好多個選區呢，都同個競爭對手大家都拉得好緊，所以呢，可能最後結果呢，輸贏都係爭少少嘅啫。咁估計呢，即係希望我哋呢次派出177人呢，希望爭取又成功率，希望有達到一半啦。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岳就認為，今年區議會選舉嘅投票率較03年嘅投票率低係正常㗎，因為缺乏上一屆嘅政治議題，但係投票人數較上一屆多，咁顯示市民嘅公民意識係提高咗。今屆其實好明顯個政治氣氛係淡薄好多，咁就話比起4年前低咧，咁其實係即係好正常。咁但係我諗就話，即係如果你比較翻喺99年或者以前嘅呢個區議會選舉咧，今屆已經可能係一個如果係39%嘅話，無論係投票人數或者投票嘅呢個即係率咧，都已經係比起以前為高。咁呢個都反映咗就話，即係咁多年嚟咧，就慢慢越嚟越多人咧，就即係市區議會投票係一個慣常嘅政治參與。其實即係公民嗰個政治嘅參與意識咧，其實係慢慢咁係提升緊。